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胡适啊，这个走势相当不妙啊，放量下跌啊。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15%，深圳成指跌1.06%，创业板指数跌1.64%，北证50指数跌1.01%。这个跌幅倒无所谓，最主要是放量，这个是3.1万亿以上，比昨天啊放了多了7000多亿，这个放量下跌啊，这个就总之啊，就是前景不太美妙啊，金融消费者啊要提高警惕了。而且啊，今天是跌多涨少啊，基本上都在跌啊，4300多只个股下跌啊，只有几百只是上涨。这个虽然啊，今天是放量下跌啊，走势不妙，但是啊，这个高盛啊还是继续看好胡适啊。高盛维持对 A 股和 H 股超配评级。财联社9月18日电，高盛称维持对 A 股和 H 股的超配评级，建议逢低吸纳，并看好民企龙头、人工智能、反内卷以及股东回报等投资主题。这个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啊，盈利得入股市行情持续是必要的，但流动性也是必要条件。说目前 A 股的慢牛格局似乎比以往更为稳固。不知道这高盛是从何谈起啊？他承认这个股市行情要延续的话，那必须要盈利，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都要赚钱。但这个目前看上市公司哪个在赚钱？这半年报都已经出完了，上市公司整个的盈利没有增加。那个寒武纪暴涨，寒武纪赚钱了吗？对吧？现在盈利还是靠那个金融板块，那100多只股票利润差不多占胡适的一半。但是高盛说啊，这个盈利是必须的，但是流动性也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啊，水牛啊，这钱多了，这个股市也能涨，那不是沙滩上建高楼吗？什么时候塌呢？昨天啊，咱们说了这个指数牛市啊，让这些实际控制人这些大股东啊，纷纷呢就是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减持啊，可赶上这一波了，对吧？这个过了这个村可没了这个店呢，你现在不减持，万一以后想减也减不了了。所以这些大股东啊，实际控制人各种理由减持，让这个散户啊，让这些专家很不爽。今天啊，这个实际控制人减持啊，仍在继续啊，甚至啊，有人已经失去自由了，就像许老板一样，在蹬缝纫机还不忘记减持啊。这个深蓝财经报道啊，说离谱了，离了大谱啊！说亚甲国际董事长人都被抓了，还不忘减持，你让家属代为减持套现1000万，就是对吧？人在蹬缝纫机，还念念不忘减持啊！这是9月17号报道啊，说离谱了，人被羁押了，竟让家属代为减持，好执着啊！昨日亚甲国际公告，公司董事长郭伯春啊，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冰燕，董事副总经理郑有业，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苏学军啊，等等啊，组团减持公司股票。值得注意的是，郭伯春2024年8月刚刚被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由是涉嫌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处于羁押状态。那这个恐怕是利用这个家属探视的时机，或者律师探视的，对吧？写了个授权。这个你看啊，他8月份就被抓进去了，也就是他在牢里面，他也时刻关心着这个股价走势啊。根据公告，上述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2022年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合计减持不超过54万股，这是白送给他的股份啊。人家这一卖1000万到手了，接着2022年白送给他的1000万套现了。这1000万谁给的呢？对吧？就是这些金融消费者啊，这些大聪明啊，拿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钱准备进去搏一把的，你先把这1000万付了，对吧？人家在蹬缝纫机，不耽误赚这1000万啊。说虽然看起来不多，但根据解禁计划，这是顶格减持，就是说他只能减持54万股，他就一把全卖掉了，没有任何留念啊。说我卖一半留一半，对吧？我卖个500万，对吧？这个拿点钱急用，剩下的舍不得卖啊，因为他可能涨到20，涨到50啊。人家不是的啊，人家直接全部卖掉，不好意思，对吧？既然你们喜欢，既然散户喜欢，他全给了。这个减持目的为个人资金需求。意思是股价涨了要减持改善生活。这个董事长啊，虽然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但依然不放过这次高位减持机会啊！你说他在蹬缝纫机，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怎么蹬缝纫机还怎么改善生活？是不是自费买个好一点的缝纫机？说他以公告提到啊，他已授权其家属代其进行后续的具体减持操作。按照今天收盘价37块钱每股啊，这个郭董事长套现大概1000多万元，散户有福了，买到了这个，对吧？几十万股，好好拿着吧。关于减持的还有很多啊，拦都拦不住啊。
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最近由于这个好像这个金价啊一直在涨，对吧？涨到现在$3800一盎司是吧？啊，今天好像是跌了啊。就是由于这个金价大涨啊，这个黄金就变得非常值钱。昨天啊，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突发黄金大劫案，价值超半个亿的黄金被抢走。这个好像那个古惑仔那个电影啊，哎，在现在这个时候啊，2025年香港居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黄金大劫案，这个确实啊，让人匪夷所思啊。这个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啊，他9月17日上午11时，红磡鹤园东街1号富恒工业大厦中，一个打金工厂职员报案，他不是那个黄金店铺啊，他问店铺后面的工厂，称清晨5时许，突然有10多名男子冲入工厂内，大声喝叫，打劫，抢走了金条、金砖及金粉，共65公斤，价值约5700万港币，还在保险柜内偷了约3万港币现金。香港警方目前已查看监控搜证，了解有否拍下贼匪容貌以及犯案经过。至于实际损失，则有待负责人做详细计算。目前案件已交由西九龙重案组跟进调查。一说重案组，好像那个无间道对吧？或者那种警匪片里面都是重案组啊。看着这个香港也可以根据这个来拍个电影了。根据媒体报道啊，说贼匪得手后将所有在场人士赶离工厂，再用铁锁链锁上工厂大门后逃逸。事件中无人伤亡，也就是说人家只取财啊，不要命，道义有道啊，而人家就是打劫啊，只图财不害命，这个应该很难跑掉吧？你说在香港往哪儿跑呢？香港没有天眼工程吗？香港没有雪亮工程，大街小巷没有布满这个摄像头吗？按道理来说啊，恐怕这个3-5天之内恐怕就要破案。再说了，你65公斤这个金条、金砖、金粉，65公斤呢，你销赃也不容易啊，只能说明啊，这个金价上涨导致这个劫匪啊，对吧？蠢蠢欲动，铤而走险。我们继续聊胡适啊，这个最近啊，这个指数牛市啊，那个以前那个上海那个豁牙书啊，那个爷书啊，就牙掉了还剩1-2个那个爷书啊，要涨到14000点的，现在好像对吧消失了。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啊，上海爷书，叫上海建工爷书。我看今天好多媒体还在报道啊，每日经济新闻，还有凤凰网，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啊，叫上海建工4连板，上海建工距爷书解套还差0.27元。实际上今天啊，我看了一下上海建工啊，已经是3块888，上海建工居然5连板。这个上海建工爷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来根据媒体报道，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根据网上说的啊，这个上海建工爷书啊，姓陈，现在啊应该是80多岁，他以前是当老师，退休老师。根据媒体报道，在2013年，这位陈老师啊，就是上海爷书啊，以6块钱左右吧这个价格，斥资50万重仓买入上海建工。我回忆了一下啊，2013年，那他这个资金量比我还是小了很多啊，他是50万，他就买一只股上海建工。哎，他一买之后啊，没多长时间啊，也2015年就这个上海建工就腾飞了啊。上海建工2015年它最高涨到14块8到16块、17块，也就是差不多一股赚了10块钱。这位上海建工爷叔啊，他立志啊做一个叫耐心资本长线投资，所以他16块钱他也没走。后来大家也知道啊，发生了什么，对吧？叫熔断了，你这给你机会走，你没走，那就别走了。那上海爷叔就没走啊，前面是他自己不愿意走，后面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然后呢，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上海建工啊，这只股票啊跌破2元。但是啊，这个爷叔啊，他并没有气馁。据说啊，跌破3块的时候吧，反正在跌破一个价格的时候，大概3块还是什么时候，他就开始补仓。他拿他的退休金啊定投，就是每个月退休金一到手，哎，他就买一部分股票，就这么坚持了很长时间。他本来这个上海建工的这个建仓价格是6块嘛，50万股，50万的这个资金6块，他后来深深的啊把他的成本呢补仓啊补到了3块8，整个投入据他自己说啊，加上50万，加上后面补仓的一共是80多万。然后从此他就一直苦等，对吧？这个上海建工翻身，雷打不动啊，丝毫不动摇，就是拿着上海建工。大家看视频啊，4块，你不相信都不相信，到不了，涨1块多钱嘛，一上涨不，妈寒武纪现在涨到1400块，他怎么涨的？他比我好多少？他不像80块看，他说芯片，他就是芯片，他还没造出来了，那还在那2斗自己呢，芯片，对不对？他芯片不是吹牛啊，我就说了，他芯片吹牛，他现在没造出来，他说等10年才造出来，那到10年什么时候就什么年头的谁都不知道，10年以后造出来，10年以后造出来，
水平。他可以涨到3000、1500，那么我涨2块钱都不好涨了，凭什么？我后面个大金矿，他家后面真是个大金矿，我后面个大金矿。现在人家钱都是多少？现在我这个网上为啥在呼吁？我不服气，我就是不服气，我就跟他比，我就跟寒武纪比。你凭什么嘛？你凭什么嘛？我60、70块看到了涨价，60块钱看到它涨到什么现在？寒武纪昨天中国证监会停牌，涨得太快了，你不是涨得太快了。这个是提高级法，就是不，这个涨了就不像话，就像涨了不像话，涨了1000多块，2个月涨1000多块，他1200就20%说不像话，他们太不像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从9月12号开始，上海建工连续4个涨停，那算上今天啊，应该是5个涨停啊。今天收盘价是3块888。按照上海建工爷叔自己的说法，他应该是解套了，可以说是苦尽甘来啊。2013年到现在整整12年，这叫劫后余生啊！这个上海爷叔这12年到底图啥呢？这个上海爷叔为什么这么火呢？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散户的写照。哎，这个胡适并不是啊没给机会啊，一股赚10块他都没走，对吧？他刚开始买大概8万股，赚了80万，他为什么不卖呢？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卖，散户都一样啊。这个上海爷叔啊，他还好啊，在涨的时候他没加仓。这个散户啊，在那个被胜利冲昏头脑。我在2015年那个大牛市之前啊，应该是2007年那个牛市，就是6200是那个14点那个牛市啊。我当时是跟这个建工爷叔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买了10万股江淮汽车，3块钱一股买的，然后不到半年啊，好像就涨了多少？涨到9块多的时候，我又加仓。你想从3块涨到9块啊，当时就觉得这赚钱太容易了，就但是那个气氛下啊，你就不会想到会去卖，反而要加仓。后来涨到10块多的时候，碰到了叫半夜鸡叫，结果我还加仓了，所以它5个跌停还是几个跌停之后我就赔钱了，就根本不赚钱。本来我赚了3倍，不知道什么时候卖，散户都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上海建工爷叔在网上这么火，就是因为他很多散户找到共鸣，对吧？曾经赚了很多钱，结果一下一套就套了10年了，12年。但是这个上海建工爷叔到底有没有解套？我告诉你，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不定啊，上海建工爷叔心里非常苦啊。理论上啊，3块888他应该解套了，但是实际上他很有可能没解套。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散户特性决定的。这个上海建工爷叔如果他晕过去了啊，他躺在医院里面，正好是晕过去了，植物人，哎，就是坐牢都不行啊。坐牢前面咱们介绍了那个董事长坐牢，他不就对吧？授权他家属给他减持，坐牢都不行，正好是晕过去了。突然有一天一苏醒，哎，一看上海建工5块了，他不仅解套了，还赚钱了。像他这种啊，每天盯盘，每天看着上海建工，他根本拿不住5个涨停，对吧？他在第2个涨停说不定就已经开始跑了，爷叔心里苦啊，对吧？他第2个涨停说不定已经抛了一半了，或者第2个涨停你能扛得住吧？行，第3个涨停你还能扛得住吗？有很多人不了解啊，就是他如果是一字板，说不定你还能扛得住。如果他那个主力啊，中间那个一字板打开，对吧？那好的散户根本受不了。你第3个涨停能拿得住，第4个涨停还能拿得住吗？今天是第5个涨停，所以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晕过去。哎，他这几天晕过去了，他都拿住了啊！只要他盯盘的就是拿不住的。这个上海爷叔啊，从他这个表情，从他这个神态来看，这10几年的这个赌博生涯啊，改变了他。可以说啊，这个胡适啊，诲人不倦。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如果执迷不悟的话，那个结局啊，下场跟上海建工爷叔啊差不多，说不定还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胡锡进老师已经有些症状了，已经有了一些苗头了。胡锡进老师啊，今天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啊，盼着有一天世界会像今晚关注美联储降息25还是50个基点一样，屏住呼吸，等待中国央行的发布。相信那一天终会来的。中国人，让我们专心致志，继续发展好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科技、军事、制造业都在加速进步。未来短短的几句话啊，暴露了胡锡进老师目前的心态。胡锡进老师目前就是个典型的散户心态，跟上海建工爷叔是一模一样。哎，他离这个上海建工爷叔啊，他就差一个什么？差一个熔断，给他来几个熔断。这个胡锡进老师也像上海建工爷
椰树一样疯疯癫癫呢？会跟上海椰树一样，就觉得所有的股票都涨，偏偏自己的股票，所有的股票涨都是错误的，没有天理，对吧？我选的这股票它更应该涨。我为什么这么说胡一金老师呢？是因为因为咱们都是散户，感同身受。你想想啊，只有谁大半夜里，因为昨天晚上美联储降息好像是夜里2点3点，你说谁会大半夜里说关心美联储是降25个点还是50个点？两种人，一种是炒股，还有一种是炒房的，反正都是炒。不炒股的人根本就不会关心什么美联储降不降息。我为什么知道呢？对吧？我以前炒股的时候，天天关注的就是非农数据啊，什么美联储降息不降息啊，美国的这个失业率是多少？你感觉好像美联储一降息或者一升息，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这股市要么涨要么跌，然后第二天要跟着这个去操作，是买进还是卖出？胡一金老师他没炒股之前，他不可能大半夜里盯着美国什么降息还是降25还是降5个。那他现在为什么半夜盯着呢？就是因为他炒股了，他上头了，对吧？他现在已经跟那个上海建工椰树差不多了，对吧？胡一金老师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强迫自己要更新自己的知识对吧？什么人工智能，对吧？什么算力，什么 GPU， 各种经济指标，对吧？各种这个货币政策，他都得研究仅仅因为他炒股了。从建工椰树我们也可以看到胡一金老师，对吧？或者是胡适里面的散户心态都一样。那么如果椰树现在手上还有很多股票，保不齐明天还会涨，下周还涨，赚钱了，也就是椰树会面临第二次赚钱，他还会犯第一次错误吗？对吧？第一次毕竟美股赚了10块都没，结果被套10几年。这一次呢，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椰树是赚不到钱，我很明确的说，他就是解套了，他还要会被套回去。椰树面临着什么呢？一换股，对吧？他也可能不换，还炒上海建工。这上海建工是干啥的呢？对吧？如果你要看他主业那他就退市都应该指日可待。他现在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子公司好像是跟挖矿跟金矿有点关系，就讲这个故事。现在黄金价格不涨了吗？所以说这个上海建工连拉4、5个涨停，是一个妥妥的这个夕阳建工那椰树它也有可能会换股，也有可能不换，不管它换不换，对吧？它第3个涨停板抛的那些筹码，它说不定在第5个涨停板它也接回来，它耐不住寂寞。椰树它会说我赚了钱之后我把清仓，对吧？全卖掉不玩了，这个他做不到如果他要不玩了，那他就赚了。只要他玩，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被套10年。所以我一直说在中国散户要想靠这个股票赚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走慢牛。什么叫走慢牛你像上海建工这个走势那就是又要套椰树它前面一直是在低位，3块钱、2块钱、1块多钱、2块钱，突然拉5个涨停，这个叫猴市，上蹿下跳的，没有人能赚到钱，只有慢牛，对吧？散户才能赚到钱。这个看媒体报道上海建工椰树说他这次赚钱了，他还不打算炒了，他要把他的按揭贷款还上，好像他买的房子还有按揭贷款，也就是这10几年他一直在给银行打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